遮有一个定海大将军，咱遮做盐的掠鱼的，拢爱来遮拜一个。定海大将军，什么将军？还有海边的，嘿，哦，啊，佫是啊吼，毋是，条码做无共款咯，咱来看卖，来先拜一个吼。啊，这是黄色什么？牛眼片啊，甲人无共款的。哎，因为这是服在猪母牛牛。啊？猪母？对，猪母。哎，这是有一个典故的，吼，因为阮这个猪母牛牛以前是遮饲的一只猪母，迄时阵啊，伊有新的时阵，咱古早人咧饲猪，然后拢是放出去外口带去讨食嘛，吼，嘿啊，所以讨食，啊去人偷食人的物件，啊去用公司。哎呦喂！啊，公司以后，迄个公司的这个人啊，吼，佮惊因主人知影，所以等去害人，啊，等去害人以后，这个猪母然后唔甘愿，就倒来出庄仔头作怪。哦。哎啊，作怪的时阵，然后庄仔头发现讲遮袂安宁的话，就去问这个基户千岁，讲为虾米发生遮多无安宁的代志。啊，基户千岁较迄个只是讲，因为是遮这个猪母的作怪，啊，这个猪母娘娘就讲。迄个我因若服侍我会保庇遮做盐的人，出海的人拢会当平安。哇！啊，所以较有这个猪母牛面。有注意的，对，故事头甲大姓也共款。是啊。做的。哎，因为这个真古早就是叫王爷要来镇守。哦，算是甲加持啦，甲讲，你袂太学袂来。袂当学袂来啊，因为是猪母牛年嘛，所以服侍伊的物件有胭脂水粉。哇粉，对，所以真特别啊！你若要搭拜拜啊吼，千万有一项物件袂当传，就是猪肉袂当传。伊是猪母牛牛，你穿猪肉，你下咧上哦。对，讲对啊，啊，因为是猪母牛牛，所以后你若要求姻缘咧，来遮嘛会当求姻缘咯。是啊，因为你会当保庇你求到好的姻缘，因为是母的。伊敢若妈祖婆共款，观海，还佫甲外路共款啊观音面，对啊，厉害呢。等下咱搁要落去盐埕来，搁来拜一个。哦，来，啊，交了是的哈。